得唔得？好，咁跟住接咗落嚟咧，我哋就進到由盼望黑暗中嘅盼望一齊經歷完，進到去聖誕期嘅災啦。咁我哋就要先熄一熄呢一個燭光，我哋要換一個場地啦。好，咁請唔係場地，一個場地嘅佈置嚇，場地嘅佈置唔使驚嚇，換一個場地嘅佈置係啦。好，咁請。咁少少解話咧，呢一個嘅空間嘅佈置都好重要，係嘛？即係空間嘅佈置咧，都係 carry 緊一個好重要嘅 message。佢都係作為一個 language 去向上帝去回應。進到從hope 進到呢個 joy，from hope to joy 嘅時候，我哋個崇拜嘅場地可以剩翻一支嘅基督燭光就可以啦嚇。即係當你教會係有平安夜嘅聚會嘅，咁你平安夜聚會就點咗個基督燭光啦。倘若你話，咦，我教會冇平安夜嘅聚會喎，咁你可以將基督燭光咧留翻喺聖誕崇拜點都得嘅嚇，即係冇話一定乜嘢。咁但係如果你之前嗰晚都點咗咧，咁你聖誕日嘅崇拜就可以唔使又再用翻同一個嘅 Advent 個 riff 啦嚇，你可以剩翻一支嘅基督嘅燭光嚇。咁然後咧。聖誕期咧，一陣間咧，呢個佈置咧係帶出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嘅。咁一陣間我再解釋呢個重要嘅信息，先嚟又係考你先，應該容易答好多噶啦嚇。OK， 好，咁我哋嘅係啦，寵物同埋禮物小姐 ready 啦嚇。可以係啦。咁你哋就望下邊個舉得快啦嚇。好，第一題咯喎，聖誕期有幾多日？同埋有幾多個主日嚇？大家唔敢答啊？係，舉手啊！舉手啊！12日啊！12日係啦，啱啦。咁幾多個主日咧？即係聖誕日嗰日啦。咁跟住之後嗰個嘅日子咧，都係第一主日啦。有啲時候都會去到第二如果12日即係橫跨聖誕日啦，跟住就有機會聖誕第一主日同埋第二主日嘅，係咪啊？即係睇下個日子啦。係，我要再俾掌聲嚇。嗱，咁即係話我哋可以有好。即係唔係淨係聖誕日25號嗰日唱聖誕歌嘅喎？可能你26號咧又係星期日嚟嘅，又係主日嚟嘅，你繼續唱聖誕歌，跟住再過多一個禮拜啦，繼續唱聖誕歌係嘛？咁所以唱聖誕歌可以唔使淨係得嗰一日去唱嚇。好啦，咁下一題咯喎，邊3卷福音書有記載耶穌嘅降生？好快中間舉咗手喎嚇。我哋俾支咪佢講講啊，好嗎？好，係。除咗約翰福音之外，馬太、馬可、路加都有記載。係啊，3卷嘅福音書係嘛？馬太係記載耶穌嘅家譜約瑟、瑪利亞幾位博士啦。路加咧係記載乜嘢啊？4首嘅基督頌歌嚇。咁約翰係記載乜嘢啊？有道成肉身嘅奧秘係啦，咁應該係呢3個嘅福音書喎，係咪啊？嚇呢啲嘅內容咧都可以成為我哋設計聖誕崇拜嘅內容嚟嘅，係啦，係啦。咁大兄都答咗好多，係咪？我要俾掌聲嚇。好，可以有禮物俾佢嚇。OK， 好啦，咁即係下一個啦。聖誕期有咩象徵標記啊？其實我哋都會見到噶啦嚇。OK， 聖誕期有咩象徵標記？好，邊位？你講到啲都得㗎啦嚇，係。舉手答咩？舉手答係啊，舉手嚇。係，呢位姊妹係，俾呢位姊妹係。
係啦，唔知啱唔啱升啦，係。好，仲有冇啊？數多啲，呢度都有嘅咧。馬槽咯嗰度。馬槽係啦，呢度都有嘅咧。仲有蠟燭咯嗰度。係啊，燭光啦，係啦，我哋當俾啲掌聲下，係啦。通常都可能會有天使啦，係嘛？即係有啲設計可能都會擺一啲嘅天使嘅佈置啦、牧羊人啦等等嚇。好，咁聖誕旗嘅代表顏色係乜嘢？你即刻都見到轉咗色㗎啦，已經係啦。係邊位？聖誕旗嘅代表顏色？大家好禮讓啊，係啊，好位弟兄，可能我哋白色係啦，白色嚇係啦。頭先我哋點擊咗燭光都有提及嚇，白色。都可以係如果你話我教會唔想全部白晒，好似變咗安息禮咁樣，咁有啲時候我哋都可以用金色嘅，用金色甚至係用黃色都 OK 嘅嚇，因為呢啲係表達緊咧基督降生嗰份嘅光明嗰份嘅喜樂，得唔得嚇 ？OK 好啦，咁最後咧，我諗我哋可能有陣時聽聖誕崇拜啲道咧都有提過，聖誕期嘅慶典咧源於本來羅馬人崇拜啲咩嘢啊？係邊位？最後一份禮物係太陽神，係啦，我哋俾掌聲下，係 OK。好，我哋有少少嘅 teaching 我解釋翻呢個佈置究竟可以點一個空間佈置去帶出咧聖誕期我哋歡慶嘅事件，並不單是耶穌基督降生嘅單一嘅事蹟，係從佢嘅降生延展佢嘅一生，係嘛佢嘅降生咧係一個 starting point 嚟㗎嚇。羅馬主教利奧一世喺公元440年嘅時候咧，佢指出聖誕節咧係神救贖恩典嘅起始點嚟嘅嚇。我哋好需要喺當中去默念道成肉身呢一個奧秘，但係同樣我哋唔可以咧同佢嘅受死、佢嘅復活、佢嘅再來去分割嘅嚇。所以咧有一個嘅即係一個 theology 一個 term 咧就係咩 from the cradle to the cross 從基督佢降生嘅馬槽，而我哋咧係去紀念呢件事件咧係紀念佢要走向咩十字架嘅道路咁所以我哋就用一塊嘅布咧去連結呢一個佢嘅降生，從佢嘅降生去到十字架甚至係可以 to the cave 去到墳墓，甚至係 to the crown 係嘛，進到佢嘅復活等等係啦。咁天使所頒布嘅大喜訊息咧，唔係耶穌降生嘅一刻而係基督嘅一生係嘛嚇。所以咧，我會鼓勵大家咧喺今年嘅聖誕節，你設計你嘅聖誕崇拜，諗多少少係嘛，可唔可以帶出耶穌嘅一生咧嚇？咁聖誕期嘅奧秘咧，就係呢一節經文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哋中間，充充滿滿嘅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佢嘅榮光，正是父獨生子嘅榮光。啟示咗咧，聖誕期嘅靈性係講緊一個道成肉身嘅靈性一個 incarnational 嘅 spirituality 即係耶穌佢成為我哋其中一份子，以致我哋可以同上帝聯合個 union 咁呢個奧秘包括有兩個向度嘅，一個係神同人聯合嘅向度，神同人嘅聯合係喺佢嘅兒子耶穌基督裏。第二個向度咧係人同神都聯合榮耀嘅上帝同卑微嘅人其實冇可能聯合㗎，係嘛？神嘅本性亦都同我哋人嘅本性都不可能契合嘅。但係正係呢個嘅奧秘俾我哋見到，如果唔係神佢自己俯就卑微嘅人，成為肉身住喺我哋中間，充充滿滿嘅有恩典有真理，我哋冇辦法係恢復同父神原本嗰個嘅關係嚇。所以以下示範3、4、5咧，我哋咧就會去帶出剛剛所講嘅呢啲嘅好重要嘅重點嚇。第一樣咧就係聖誕嘅崇拜。我會建議喺宣召嘅經文，可能我哋年年都係呢一節嘅係嘛，都係路加福音2章呢一節可唔可以咧係喺設計嘅裏邊都讓會眾咧可以去回應神嘅 call 咧宣召就係 call to worship 係嘛當主席帶出呢個 call 嘅時候，其實會眾咧可以去以一首嘅好熟嘅一首聖誕嘅詩歌嘅副歌去唱出呢份歡欣
所以聖誕嘅詩歌咧可以咁樣用嘅，真係擺落去宣召嗰度用嘅。咁當然都係擺落聚集嘅詩歌啦。咁一陣間咧，我哋會有呢一個嘅示範。然後第二個嘅示範咧，我哋做完呢一個，然後我先再解釋下一個，好嘛？好，咁我哋請負責示範嘅弟兄姊妹。會眾請站立。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嘅訊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歡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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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國君王今日降生。歡欣，歡欣，歡欣，天國君王今日降生。我哋望一望你隔離嗰個夠唔夠歡欣？好似唔係好夠歡欣喎，係嘛？我哋要嚟多一次嚇，嚟多一次，我哋知唔知唱緊啲乜嘢，回應緊啲咩嘅信息咧嚇？我哋可以望一望呢一個空間嘅佈置嚇，我哋嚟呢度做乜嘢咧嚇？望一望基督嘅燭光嚇，嚟多一次好嘛？由宣召開始。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訊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歡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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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國君王今日降生。歡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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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國君王今日降生。好，會眾請坐下，好多嚇。好，咁第二個示範咧，就係都係宣召，但係呢一個宣召咧就唔係 exactly 用翻嗰個經文嚇，係選自路加福音1章嘅經文啊。然後咧亦都去有冇唱過一首嘅聖誕嘅詩歌叫《誰會差派嬰孩》啊？係應該都，如果你有喺唱開詩班嘅，都有唱過呢首詩歌啊。咁記得我係啦諗從呢首詩歌諗一個意念就佢裏邊問咗一啲嘅問題嚇。咁咧可以去運用呢首詩歌裏邊一啲嘅問題，然後會眾咧就去答出去回應呢一個嘅奧秘嚇。咁我哋然後跟住咧，咁我會問一啲嘅問題啦。誰會差派嬰孩呢個為呢個痛苦世界付出罪債？咁我哋就讀呢一段嘅經文，然後再問啦，再讀啦。第3個問題啦，就讀啦。咁讀完之後咧，我哋今次咧就選取一首嘅聖誕嘅詩歌。就係小伯利恆嘅副歌，呢個係一個祈求嚟㗎，係嘛？求伯利恆子聖嘅嬰孩仍然係降臨喺我哋嘅中間嚇。咁我哋嚟一次，會眾請起立。誰會差派嬰孩為這痛苦世界付出罪債？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他眷顧他的百姓，為他們施行救贖，在他僕人大衛家中，為我們興起了救的國。
誰會差派嬰孩為這黑暗世界帶來關愛？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誰會差派嬰孩為世界帶來平安？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求伯利恆之星嬰孩，現在應福降臨，驅除我罪，將我忘懷，今日生於我心。我聽見單指天使宣告大喜訊息，求在我心永遠唱住，我主以馬內利。會眾請坐。好啦，咁當我哋咧去選取一啲嘅聖詩啊，一啲嘅 chorus， 一啲嘅副歌咧，作為去同個宣召嘅一個 response 嘅時候咧，都要留心一樣嘢嚇啊！比較理想咧，就係頭先可能佢讀到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咧，嗰首小伯利恆嘅 music 已經係開始彈奏緊啦嚇。咁而咧比較理想係可以係平安的路上，跟住就即刻唱，即係將嗰個嘅祈求同埋會眾一齊讀嗰個嘅係啦，呢個引到我哋平安嘅路上去拉翻近一啲，咁會比較好啲嚇。咁呢個要提及啊。好，咁跟住咧，我哋又嚟另外一個嘅示範啦。今次嘅示範咧係擺一個聖誕崇拜嘅聚集，即係詩歌敬拜嘅環節。咁我哋會唱3首嘅詩歌啦。宣召經文之後咧，我哋會唱聖誕節通常唱咩歌？普世歡騰啦。然後我哋咧就會唱另外第2首咧，就係天使歌唱在高天。咁2首歡慶嘅歌之後咧，第3首咧我就選取咗一首關於去敘述耶穌一生，帶出一個 From the Cradle to the Cross 嘅一首嘅詩歌，好嘛？咁我哋當中去投入喺當中嚇，我哋請我哋嘅團隊。會眾請站立。那報佳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恩的，對錫安說：你的神作王了，這人的腳登山何等佳美！耶和華在萬國眼前露出聖臂，地極的人都看見我們神的救恩了。宇宙萬物歌唱。
哋行之野地裏，有牧羊的人，夜間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着他們，牧羊的人就甚懼怕。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着布臥在馬槽裏，那就是記號了。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神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係請姊妹先唱天使歌唱。天使歌唱在高天，美妙歌聲遍平原，四周山嶺歡歡聲，日夜見證歡樂遊弟兄，牧人又可帶喜悅，快樂歌聲不休歇，又可喜信甘心熱，齊發歌聲你那熱。你深愛世人，你照你自己所定嘅日期，差遣你獨生愛子作我哋嘅救主，因聖靈嘅大能降身為人，住喺我哋嘅中間。我係感謝耶穌，你為愛我哋而降身，亦都為愛我哋而捨身。你係至高嘅上帝，你使你自己係成為卑微嘅嬰孩，你唔係喺榮耀當中喺寶座上邊去救贖世人，你係卑微嘅降身。卑微嘅死喺十字架上，挽回呢一個墮落嘅受造界，叫神同人，叫人同人得以復和。仲有願我哋藉着你嘅恩典，係唔單止去頌讚你，亦都願我哋嘅心唔好被世上嘅事物而忽略咗呢個聖誕日真正嘅恩賜。我要懂得謙卑恭敬地嚟到你嘅跟前，願呢個聖誕期全地都充滿讚美你嘅聲音，天上地下都充滿你嘅榮耀，萬口要宣認你係聖誕嘅主。願一切嘅榮耀頌讚歸於聖父、聖子、聖靈嘅名，奉主名求，阿們。會眾請坐。道成為肉身，住喺我哋嘅中間。我係感謝我嘅神，佢成為肉身嚟到一個活生生嘅世界，真實嘅人生係話俾我哋聽，佢係我哋其中一份子，佢係嗰位常與我哋同在嘅主。
星夜冷星疏，靜悄出生，寫天上尊貴。降神願降世，貧賤馬廄倍感冷落。神道化身軀，歷遍艱辛，實踐他使命。他渡過一生，漂泊人間，受盡苦痛。所以有請姊妹一同嘅歌，聲力竭聲勢。聲力竭聲勢，不消失處，講天上真理。世神在世界，流浪濟世，反照到極，變獨就變相。十架石山，最多得死人，奉獻一生，捨命人間，受盡希望。我哋一同唱。三霧裏三天，越過陰間，顯生命真諦。降來日降世，迎候信在我心盼望。今讓我今天效法基督，報與他使命，願盡我一生，闡明人間，望問相似。咁或許你話啊，點解咁短嘅個 flow？咁其實咧有第四首嘅，不過我哋咧示範就去到第三首。啊，當我哋一齊去述說基督降生，以致佢一生，最後尾嗰首歌咧，我其實係選取咗這樣的愛嘅嚇。OK 嚇，咁咧你會發現咧，如果頭先係一個聖誕崇拜嚟㗎嚇，呢個聖誕崇拜。唔係淨係唱緊單一耶穌降生嘅事蹟啊！即係當然嗰個係一個關鍵嘅事件，係嗰個 Kairos 嚟嘅嚇。但係我哋唱出成個 story 嚇，唱關於佢釘身十架，都係為我哋而復活嚇。咁會係好完整嘅一個 story 嚇。